底这个代志当初是安怎发生的呢？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讲，这个嫌犯的口径，伊讲伊伫咧公墓咧啉酒，远近甲肉。 甲喷辣椒水，搁甲开枪，以掠狂才拿刀来刺杀远景。也毋过，警方对这嫌犯的口径是真怀疑，认为伊拢是警对家己有利的来讲。 昨中到姓涂甲姓做的两个员警，当时就是要追查查拉车，入到台南市这个王阿埔，和姓林的嫌犯拿刀啊抬着伤，两个员警无命，现场已经有封锁线。 嫌犯逃亡过程中沿路换衫换车，最后伫新店互人抓到。警方随即笔录了解代志发生的过程。姓林的嫌犯甲警方讲，伊当时伫王埔啉酒，发现警察要加入，伊举刀将警察拄着咧，员警叫将刀放落，伊无服从，员警用咸椒水甲喷，一直冲向员警，员警甲开一枪，伊搁较激动，随着刺杀员警，造成两名员警因公殉职。不过嫌犯的口径，警方怀疑伊的讲法撇动就轻。 所以讲，调警察车行车记录去了解整个过程。当时两名员警做伙出勤，姓涂员警落车找查拉车，发现姓林的嫌犯伫王埔边仔伫啉酒，伊就甲喷咸椒水，并且对方开枪。姓林嫌犯情绪失控，拿刀乌未抬，这个姓涂的员警就倒伫涂骹。姓做的员警赛车到现场的时，发现讲，这个姓涂员警倒伫涂骹，想要赛车甲弄这个姓林嫌犯。嫌犯这个时候已经抢枪反抗，至少对巡逻车开了4发以上，因为有4个弹孔。 这是目前我们现场见识的一个明确的结果。外界咧问讲是安怎两个员警出勤，敢若姓涂的员警有枪？警方解释讲，因为姓做的员警案发前伫执行交通勤务，交通勤务无需要配枪。伊当时听到姓涂员警要去捉查拉车，才会主动驶车去到现场。有关详细案发过程，像嫌犯向警察车开枪了后，姓做的员警是安怎反抗的？敢有调枪？也有真侪疑点。 检警爱过去看警察车行车记录器、甲员警身躯皮的笔录器，详细分析案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